圣经记着说，聖經記着說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，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說：你挪開此地，投在海裡，也必成就。你們禱告，無論求什麼，只要信，就必得住。”耶穌回答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若有信心，不疑惑，不但能行無花果樹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對這座山說：你挪開此地，投在海裡，也必成就。你們禱告，無論求什麼，只要信，就必得住。馬太福音21章21到22節。馬太福音21章21到22節。